行人到底敢会当投票咧？顶个月咧，台北的高等行政法院是来做出裁决，讲台北监狱应该着爱来设投票所，互受刑人会当伫监狱内底来投票。即马就连花莲监狱也有一个姓赖的受刑人，伊是提起行政诉讼，法院嘛裁定讲，这花莲监狱应该爱来设投票所。也毋过，花莲县的选委会是表示会依法提出控告。 就前阵子我们因为一些关系有在律师接见，还有其他同僚去接见他，那他都很期待说在明年的时候可以去投票。协助一名受刑人提起行政诉讼，要求选务机关伫花莲监狱设立投开票所，互在狱的姓赖查甫人会当参与明年总统选举，搁较申请加处分，避免官司定案进程大选已经结束。那法院初六裁定，伫行政诉讼确定进程，花莲监狱应该设投票所，提供这名受刑人行使投票权。台湾法律是没有限制受刑人的投票权，那是现实的原因下面没有设置投票所。往外的话要去做戒护，在目前矫正人员认为有戒护的压力跟人力之下，又很难做进行。 裁定核准理由合议中指出，姓赖当事人伫花莲监狱设职已经超过半年，符合选举人资格。佮考虑监狱受刑人因为降禁身份，剥夺所有权利，那是侵害权益，也损及国际公约精神。过来，这件官司有胜诉的可能，也会机会真大等理由，认定有必要裁定暂时状态，也会当促使国家遵守公正公约义务，对国家形象 有正面的意义。我们选举委员会会收到判决书以后，然后依法来提出抗告。整个选举的这个主责还在中选会，那我们都会来密切来配合办理。早伫顶个月，法院就裁定台北监狱一名受刑人会当伫监所来投票。经过选务机关控告了后，最高行政法院已经分案，由原有待评议。那即摆花莲监狱佮裁准，中选会也强调会控告。也毋过，包括这两件案件在内，提起这类请求，要求伫监所设立投开票所，行使投票权，全台已经累计11件。受刑人敢会当伫监所来投票，引起关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